廣州男走投無路，爬棚癱瘓旺角。呢個34歲廣州男人喺亞皆老街一個棚架爬上爬落，佢唔係外勞，亦唔係冇糧出。警方封晒兩邊行車線，搞到人多車多嘅旺角坦上加坦，車龍一直排到去九龍城。尋日黃昏5點幾放工嗰陣，個廣州男同細妹行下街，突然嘈起上嚟，佢情緒激動，三爬兩撥就爬咗上去。哇 Spiderman 啊！唔係啊，講埋先啦。佢爬咗上西洋菜南街口大廈嘅棚架上面，警方揾埋談判專家，同佢傾咗成4粒鐘，先至勸到佢去送院。哦，原來佢失業，先至搞到話要走投無路咯。